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2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在科技业、学术界，甚至为地方到中央，历练非常丰富的代签，正式接任台南市副市长的第一天，办公室的门口就堆满祝贺的花篮。地副市长表示，一定会积极协助王市长，落实伊具体政见，嘛期待台南成为护国神市。台南市副市长戴谦就任头一天，办公室门口堆满各界祝贺的花篮，除了印证伊丰富的人脉甲好人缘，嘛凸显各界拢对伊回到台南继续奉献有真深的期待。对此，伊除了感谢这群老朋友的祝福，一大重点嘛是希望台南有了台积电的投资，会当协助市长，让台南成为护国神市。我想，如果办这个台积电呢是护国神山的话，台南市就是护国神市，所以呢，这个往后更多的这个布局，那我想台南市政府这边呢以地方政府的这个责任义务呢、地缘关系呢，都应该来强化。那市长先生呢？他在这个方面呢，他觉得应该要深化去布局，而且他自己也有很好的这个规划这个承袭这个以前赖市长，那我们一直呢在做这个努力。那现在看到的呢，整个布局都已经这个落地在台南市，所以后续更多的生活机能的配合是更重要的。戴谦对担任南科管理局局长、国科会副主委、南台科技大学校长、中油董事长到昆山科技大学的教授交代，不管学术界、科技业的历练相当丰富。这摆阁接受市长邀请来担任副市长，对来讲，黄市长的高民调甲对市政的拿督已经足完整，伊就是一位执行者，具体协助市长落实政见。黄市长呢，他都已经布局这个有完整的这个架构，所以呢，我想我来，其实过去呢，我也一直在做执行面的这个工作，所以怎么配合市长先生他已经批划好的这个蓝图呢，让他更具体切实的这个落地，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台南市现在就以科学园区来看的话呢，已经要到8万个从业这个人口，所以等于我们在这一方面呢，创造了8万个就业机会。那在人口的增加上面呢，会越来越明显，所以呢，这个整个布局呢会更重要。因有丰富历练甲人脉代签，回乡第一时间接到市长邀请，认为是一份荣幸，也认为当为故乡服务奉献，更是义不容辞。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会第3届第8次临时会下晡召开第1次定事委员会，确定议事日程，将于3月10号到19号伫民治议事厅召开。会中除了审议市府所提电付款案，另外阁有第2具被金动机，以及民政局选区划分的专案报告。台南市议会第3届第8次的临时会，确定伫3月10号到19号伫民治议事厅来召开。会中除了审查市府所提各项电付款，另外还阁有109年度台南市总预算第2具被金的动机数额。其中因为1笔3000多万的求偿金额，伫无经过议会同意，就先来赔偿。因为议会甲市府的认知无同，去由定事委员会来退回。那你没有经过这个手续，就直接用业必金拨款下去支付这个金额，这有点和法律上程序有不符合，而且是非常离谱的一个事件。赔偿完了以后，又没有立即加以对相关人员
惩处了以后，做一个赔偿的动作和追偿的动作，这个非常的要不得。你市政府要动之这个赔偿，议会同意你才去赔人啊，不是你开没有议会追认啊。你程序唔对，你个较侪钱、较少钱嘛，不是问题，是程序无爱问题啊。它是符合是属于新增的案件的部分，好，这个部分也是符合那个动资2倍金的一个条件，它有3个条件，这是符合第3个条件这样。哪一个条件你说的？对，所以它并没有超过5000万，所以当初才会动资。如果它超过5000万，我们就第一个一定要先从议会来同意以后才动资。第二预备金动资的话，是为了减少利息上的付出。想请问一下处长，这样子差多少钱？可不可以估计一下利息这样多少钱？利息谁支出？另外，有关选区的划分，到底是大选区较好，还是恢复小的选区？议会定数议案蔡玉辉嘛建议，要求民政局针对几项的面向，要提出专案报告。第一个面向就是讲选区划分扩大以后，选民的感受，这面向，第一个面向哈。第二个，这个公民参与政治活动这个面向，刚才讲选区划分以后，有没有利于一般百姓、一般对政治有热衷的人？有兴趣参与不？还是因为选区扩大、服务范围扩大、经费需求大，要参选就比较不利。第3个面向，大概我们认为要呈现检讨，不是讲咱行政单位退出来，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的，选区水平划分，导致行政区划分法无过，作者里长、邻长拢怨言四起，讲省2亿外要回馈。民政业务既然拢无。听数委员会最后嘛决议，除了3月10号、19的大会议程，甲11、12下午的联席审查，必须要半数以上的议员出席。另外增加16、17两天的上午，分别针对选区的划分甲平实营区土地使用来召开专案报告。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的竞速溜冰选手伫国内外比赛一直拢有真好的成绩，但是学校的训练环境却是无好。不过现主席金牌选手杨和珍，甲议员杨忠成等各界人士，多年来积极争取总经费6200多万的标准溜冰场，预计伫3月下旬就要伫永康来动工。这批位伫永康永大路二段的主办市地中卫区内，其中占地4.7公顷，目前已经规划200公尺标准竞速溜冰场，预计3月25动土。对此，幕后积极争取走总多年议员杨忠成相当欣慰，欢喜甲市民分享这项好消息。大湾国小的溜冰场算简易的啦，哈，最简单的一个溜冰场。咱若是边要比赛的时阵，就拢爱异地，就赶紧去标准的溜冰场，安尼去提早去几啊天来受训，熟悉场地啦，今仔咱有一座标准的溜冰场，咱的选手就毋免遮尔辛苦，会当伫咱家己就近的场地来安尼训练来使用。因为伊标准的做起来，伊是做叠形的啦，这座标准的溜冰场会当互咱永康地区有这样侪的学校，拢会当来使用到。根据了解，当初有这个需求，就是因为永康对台湾国小开始一直拢是国内栽培溜冰选手的摇篮。其中杨和珍伫1806年世界大学运动会当中摕下5面金牌以后，积极替母校争取，希望改善现有的训练环境。如来避免选手受伤，卖当推广溜冰成为全民运动。你现在终于有了这个基地，连带嘛，互永康周边的学校拢同时受惠，满心期待工程会当顺利动工。今日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安平5期有侪商家结合做伙，为3月3号上午10点开始，将伫花冰路470号办理关会活动，希望当地民众踊跃响应做爱心。嘛，希望伫即个活动以后，每个月拢会举办，成为安平固定的关会点。
当初会有关会这个构想，就是因为安平区一直拢无固定的地点，所以潘恩台湾地负责人特别号召花冰路的商家共同来响应，和安平区想要关会民众每个月会当就近来吃，同时透过地印等响应商家的伴手礼来回馈予爱心的关会人，创造会库加商权双赢的局面。很希望说捐血活动都我们可以像嘉年华会一样，大家很有趣啊！我们捐血，然后附近的商家我们都可以逛过一轮，那开开心心的这样子，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动。我们问商家的话，基本商家都蛮意愿的，因为这是一个商圈共荣啊，对啊，所以大家也都很配合。我们几乎有问的商家，他们都是愿意参加的，对啊。为向乡亲报告这个消息，包括配合的商家、议员罗坤福以及安平这位里长拢到场收听。到宣传第一场的关会，就伫3月3号上午10点到下晡6点，邀请更较侪人来发挥爱心，嘛认识这群爱心商店。这是在做意义，嘛是算是一种抛砖引玉啊。未来能够带动整个那个市集能够更多的人来参与。来提供这个场所，我相信是更较好。借着今仔日的媒体今天的那个记者会互较侪人听到知影，要关会来才关。台南关会中心表示，虽然目前会库的库存仍然伫安全范围，也算平稳，嘛真欢喜看到这群商家愿意替安平争取固定的关会点。不过，以目前供应予各病院的会库需求为标准，也是需要从70地以上的会量，才发度固定出车。台南新闻管及何乔芳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台南市团体善爱协会发起偏乡送年菜公益活动，今年迈入第3档。这下社会上侪侪爱心人士做伙将关怀送予偏乡部落、甲华山的长辈，而且除了送年菜物资以外，佮协助独居的长辈整理家园。另外，协会嘛决定要搁伫安平区举办一场爱心的活动，来照顾弱势朋友。由台南中坛善心会甲台南市传递善爱协会共同发起认养金珠宝铺满偏乡送年菜活动。伫过年前，已经将100份年菜送到高雄那玛夏以及桃园偏乡部落。另外，嘛送出433份年菜，予华山基金会台南各区的独居长辈。也因为经费搁剩一点仔，主办单位决定再办一次爱心活动，联合善心人士黄碧莲、于中元、林奇伟、朱子文、赵以婷、李凡婷、原创羊肉、就鸡蛋糕等爱心单位共同来协办。这一次的活动呢，是结合了我们金珠宝传善爱的一个活动。那今年也是第3年了，那我们109度非常的成功。我们金珠宝整个回收回来的珠呢，募起来的善款有20几万。我们在今年度呢，分送了533份，去这个偏乡，还有以及华山基金会这边，我们加码了这个熟食，有这个乌骨鸡汤，还有这个卡口剩余的结余呢，我们还有剩，所以就举办了这一次的元宵节传善爱的活动呢，让这些善爱呢可以继续的传递在我们台南市民身上。我们是就鸡蛋糕，然后我们一直长期来都有在参与这样的爱心公益活动。那我觉得如果我们是可以做一点点小事情，可以让很多人感觉到温暖，我觉得这是很值得一件事情。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参与这样的公益活动，不管是大或小，只要你有一点点心力，付出一点点，那就是大大的感受。因为灵动协会爱心善举，市员蔡小薇、李凯维嘛做伙来到现场协助发送物资。
中坛善心会以及传递善爱协会来共同举办，还有我们屏东里李秀珀里长以及林俊宪委员跟我一起来召集我们社会的资源。针对今天在元宵之际，我们发了将近533份的熟食给所有我们的中低收入户以及清寒家庭。另外，未来我们也将来发起这个捐金猪的一个活动，希望呢，我们大家我们的好朋友可以一起来认养金猪，在今年的12月12号再回收回来，我们再继续将这个善良的风气以及这份爱传递给我们全台南市。台南市传递善爱协会表示，第3届金珠宝铺满领用活动，现在已经正式起跑，也欢迎认同因照顾社会弱势力量的民众，会当来协会索取金珠宝铺满，用家己每天银块仔做善事，不管金额多也是少，因为迄份热心才是上珍贵的。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府城妈公庙举行平安节，伫春节期间规划一系列的活动，成为民众行村看会灯的好所在。活动最后登场的是由台南大学视觉艺术设计系所带来镭射光雕秀，吸引侪侪民众到场观赏。建庙300活动的府城妈公庙，伫今年春节期间办理吉光福顺平安节活动，规划一系列动静态表演。有花灯展示、软桥卡求平安以外，嘛有真侪演艺团体来表演，内容非常的多元。系列活动最后登场的，就是由台南大学视觉艺术设计学系所带来的镭射光雕秀，标榜希望运用现代性的科技，再现百年庙宇的新光华。正月16日，我们举行光雕秀，我们老庙结合新科技，再创新的风华，让大家看光的雕塑。然后接受光的洗礼，让你一年牛年顺顺遂遂、吉祥如意。这场光雕秀为去年8月开始规划，经过台南大学视觉艺术设计学系师生半冬的努力，成功用光雕科技将抚顺将军的故事呈现在大众眼前。从去年的8月，跟庙方还有永欢里的里长一起共同企划这样的活动，从零开始一直到现在。然后光雕的内容主要是要去讲述马公庙如何从对岸一直到台湾这边扎根的过程。然后台南的马公庙非常有特色，是在于说他们有潘丽水的门神的画作，还有非常多知名的匾额都在这边，所以我就把这些的故事题材一并把它写入我们的光雕的剧本里头。看到现场人山人海人雕，显示出活动办了真圆满。百年古庙运用新科技、新思维，成功带领更侪信众认识府城妈公庙。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109年度的农林渔牧业普查将于今年5月1号全面展开。台南市为了顺利推动相关的作业，特别成立农林渔牧业的普查处，正式揭牌。各区公所也分别成立普查所，提起市民配合普查的计划。每5年就举办一届的全国农林渔牧业的产业普查，是为了更新并了解台湾产业的结构甲相关的农业产品的资料，为未来相关的实践来做准备。今年的作业定数将要对5月1号全国开始展开，其中台南市有大约11万户，将会动员1000人来进行普查。台南市政府也伫2号上午为农林渔牧业的普查处举办揭牌典礼，市长吴伟特也亲自出席，也呼吁市民朋友爱配合普查计划。同时，市长也希望这资料会使充分来运用伫农民身躯顶，互因会使减少抢救某种农业产品的状况。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详尽的普查之后，能够提供政府国家决策一个重要的参考。那像现在过去常常普查得到资料，但这个资料要活用才是活的资料。像过去常常有人抢种啦，譬如说高丽菜啦，譬如说某些特定的一些农作物，或是畜产品，或是水果，有时候种得多，到时候变成产销会失序。所以能够及时预警，及时真的跟农民这个做一些规划，我觉得这个是反而是好的。因此呢，有赖于及时的资讯，有赖于这个普查的资料。那也谢谢同仁的努力，希望说这个普查能够快快来做，早早的好。
市府也提醒民众，普查员将会佩戴相关的证件，嘛袂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嘛袂要求提供账户或者是结金簿仔。今年后推出网络的申报，民众嘛会使主动上网来申报，减少作业的困扰。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鼓励媒体制作优质的儿童少年节目，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特别主办颁奖典礼，并且评选出第6个热青的优质儿童少年节目。同时，各位来宾选出6个年度大奖的节目，其中有原住民族电视台制播的《卡古蛋时光机》，除了得到5星推荐以外，阁旗下企业特别奖，即马就带恁做回来看卖。文化的陨落，正是族群变迁的开始。嘎古蛋时光机3要带你寻找台湾原住民族示威文化的再生。以原住民少年的视角上山下海，体验先人的智慧。由原住民族电视台制播的儿少节目《卡古蛋时光机》，以青少年担任主持，体验学习长辈的传统文化。那我们创作儿少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呢，就是找回我们传统视为的文化。那希望也能够让现在的青少年能够找到自我认同。那希望就是能够吸引更多广大的青少年能够关注到我们文化的这个部分的传承。希望因为现在文化传统这个部分已经断层了，那我们希望透过媒体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散播更多的一个讯息跟资讯给青少年朋友认识。那我觉得最具特色的是我们每一个节目的制作的那个族群呢，其实都不同。那我们从海边的兰屿达悟族，然后一直到山上的排湾族、泰雅族，其实每一集呢都涵盖了不同的族群的文化特色在里头。那更开心的是能够得到我们媒观的肯定，然后还有所有评审的肯定。那最重要的也是，要谢谢就是参与在制作拍摄上面所有的部落跟族人，因为有你们，所以我们才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智慧，这么好的一个拍摄内容呈现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我们在部落族人方面啊，不管是老人或年轻人，都会有一些比较没有办法跟上现代的部分。那我们就希望可以被更多平台看到，说我们部落还有我们正在为部落发声、青少年发声的这个部分，可以做多一点平台，让我们可以去发声，让大家看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节目单位投入心血制作儿少节目，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也大力推荐优质儿少5星节目，欢迎民众踊跃收看，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一起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的天气，温度18度到24度，落雨几率有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3月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